大家好，呢段影片將會示範點樣由良景巴士總站出發，去香港紅卍字會屯門萬慈小學。首先，我哋喺度過馬路離開巴士站，沿途要小心車輛，注意安全啊！我哋會經過田景村嘅田翠樓。我哋會喺呢個行人過路處過馬路，對面就係良景輕鐵站。我後面就係良景輕鐵站啦，搭輕鐵嘅朋友亦可以喺呢度落車，步行去屯門萬慈小學。我哋會經過良景市集。喺度會經過斑馬線，經過良知樓，歡迎嚟到我哋嘅學校，屯門萬慈小學歡迎你。